着神的爱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，来赞美他。还有这时候，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，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同心合意来欢呼赞美神。我们要同心合意来欢呼赞美神。我们要同心合意欢呼来赞美神。我们要同心合意。我
好不好？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为着年轻人来祷告，如果是父母的话，我们就为着自己的孩子来祷告。谢谢。增加自己，我们神的面前，然后现在是为神主领，就是为神主领，求神你来指引他们。知道今天我们也在成长过程中，我遇到很多的事，都求神你来提醒，求神来带领，让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沟通互相回到我们的康路。求神你来降下智慧，求神你来保守。耶稣的没有很多的荆棘，有很多的残忍，交付在神的心上面，我们就单单的为主自己，我们将我们自己所有的都交付在神的面前，市场给神，我们所有的期待、热忱、荣耀，就在你的面前。把这首歌当作我们的祷告，心中已成谢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。你是如此
这一生成为你心意，来完成你旨意。让我这一生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还有要拍掌。兄弟们请坐。平安。我们谢谢耶利米带来的敬拜，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能用美好的诗歌来亲近神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继续从座位上站立，唱这首《深处我心》。让我们在还有气息的时候来到你面前，敬拜你，交给你。无论在过去的一周，我们遇到的顺境都是逆境，但来到你殿中，必要欢喜快乐。也求圣赐福你的仆人来上牧时，让他说出的话语都深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上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，彼此连结，重新合一。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摆上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悦纳。这时候，我们继续用神教导我们主导我们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
是说我们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。下周11月1日主日侍奉，阿美语堂跟华语堂都是刘阿春牧师，施礼者是郭秋玉长老，施献者阿美语堂、华语堂都是卡巴罗贡跟陈敏珍执事，招待者是黄佩文，敬拜赞美是第一组，诗情者是苏秀丽姐妹，投影片是严婉婷姐妹，音控是刘乾坤弟兄。华语堂施礼者是陈桂美执事，招待者是于慧琪，敬拜赞美是兴旺爱主，诗情是陈嘉玲姐妹，投影片是林家威，音控是高木生。再看一下儿童主日的侍奉，短讲是陈安敏，值日是林嘉欣姐妹，奉献是刘风玲。再看一下下面的各团契聚会，松联团契是探访关怀，主日会后会安排聚会跟探访。妇女晚上8点是读经灵修，主理者是明英长老，上是真经姐妹，地点在教会的1楼。那耶利米是晚上的7点半。聚会内容是10到12月的庆生会，还有迎新。那主理者是陈凯丁姐妹，以上是真心，地点是在教会的2楼。那再看一下10月28礼拜3晚上的家庭礼拜，是在许清宝的家中，那地址是在汐止区樟树2路。主理者是明英长老，诗会是秀雄执事。那10月30号礼拜5 8点的祈祷会，主理者是刘阿春牧师，领唱是黄雅琴姐妹。那再翻到教会周报后面的教会消息，我们欢迎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？那我们欢迎来少牧师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。那第一点，本周的读经进度是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，也请弟兄姐妹到招待处索取，也鼓励弟兄姐妹读经运动，读好话、说好话、做好话。那第2点，今天刘阿春牧师赴名山教会，也请弟兄姐妹为牧师的脚中平安顺利代祷。那第3点，今天的主日聚会结束之后，会召开圣诞节跟共事营第2次的筹备会议，也邀请小会员及共事营筹备组员要留步，在教会的2楼为圣诞节还有共事营的各项活动讨论。那第4点，本会同工共事营长职还有各团契的干部，将在12月25到26，是周5到周6，在台北捷运北投会馆办理，已经开始报名了，也请同工们在这两天挪出时间来，一起研讨本会2021年行事历及团契年度事工。那第5点，也请各团契预备心于10月份完成团契干部的改选，还有请各团契的干部协助辅导干部改选。那第6点，牧师本周的行程是10月30号会出席新店行道会美和堂国家祈祷早餐会，也请为出席的总统蔡英文女士还有与会的全国牧者愿上主天佑台湾。第7点，今天下午3点在桃园大溪侨美教会举行清大部守望的祷告会，也请教会青年一起参与，它地址在侨美教会。那第8点，
妇女部11月8号下午2点在曙光教会举办年会，也请妇女团契派员参加。那下面的肢体消息，也请继续为我们的年长者、还有肢体软弱者，还有为遇困境困难的家庭及代祷，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，有力量胜过难处。这时候，我们邀请耶利米献诗，医治我。今天的经文在箴言4章23节，箴言4章23节，我们邀请耶利米来攻读。箴言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
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Bidangnya kamu to limoon aku, ta papalian aku kamu to ikaluzon ay aku to sa kapanga namo. Amen。最后，我们恭请台上牧师来分享。他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“我的心啊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开心，在大概4月、5月份的时候，会长嘉威就打电话来，说想到我们那个10月25号青年主日，邀请来到当中一起来分享。当时我就一口答应，因为我看到在青年的事工上面，我们有负担，我们彼此来同心，彼此来帮助这一群渴慕在神爱中持续不断追求上帝的人。所以刚刚在底下敬拜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，然后很想持续不断的在敬拜。因为我看到这一群年轻人，就仿佛看到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也曾经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很多的年轻人一同来敬拜上帝，那个氛围，以及在歌颂赞美神的当中，我们会彼此激励，所以持续不断为这一群年轻人来祷告。那么这一群年轻人在现代这个时候，跟我们那个年代所面对到的困境、跟心境、环境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做父母的更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灵魂，盼望能够用祷告来持续不断在神的爱中、神的鼓励当中持续不断前进。在今天主日的整个方向主题就是重新合一，重新合一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，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？圣经里面用什么例子？然后就持续不断，上帝引领，然后预备资料。我想用心来去分享在今天的主题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社会上有许多的黑心的东西，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。就这个黑心的东西，其实重点就是我们的心都生病，都生病，所以被经济、被一些良心所蒙蔽，所以都会有一些黑心的掺杂在当中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聆听话语之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感谢神，你带领我们来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神，你圣灵亲自引领我们。在这个早晨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，来高举，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配得我们敬拜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圣灵亲自造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敞开，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。不看台上的讲者是谁，乃是看十字架你的大能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聚集敬拜，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今天早上，无意间就看到网络有一个故事，那我想说，应该蛮符合今天的主题，我的心。那这个故事是这样，他说有一位女士经过一个草丛，然后看到一只青蛙打过来，被陷阱缠住，然后他就基于爱护动物的那个心，他就过去把这个青蛙解开，
就经过一解开呢，没想到他讲话了。他说：“其实我是一只精灵。”这个故事有太多版本了嘛哈。他说精灵就出来的时候就说：“我有3个愿望可以给你的。然后但是这个愿望很特别，我给你的时候会有10倍加给你的先生，请你好好思考。”他就一直在想，哇，10倍。好，我想好了的。第一个愿望，当然女生啊就喜欢漂亮，要给我美丽。后来青蛙就说，如果给你美丽，你老公会帅10倍哦。你好好想想，看你周围哦，是你孩子一个跟着他。他说没关系，我相信我的美丽可以吸引他。后来他就变美丽。第二个愿望，有美丽了就要有钱财，对不对？他说好，我要1亿美金的。哇，1亿美金就等于多少？大约30亿台币，对不对？1亿美金啊，30亿台币等于多少？然后呢，他就想说，这样你老公会有10倍耶。他说没关系，因为他的钱就是我的钱。然后有这么多钱，然后第3个愿望，他就想了又想，他就跟那个青蛙说，请你让我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。然后他经理就会讲，哇，那你老公死定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每一个人的心，都是不是都为着自己，或者是刚刚前提所讲的，都被黑心、被良心、被基本的利益所蒙蔽了。所以今天，台湾有一段广告词说什么？瓜拿后，领薪许拆写给对不对？那瓜拿尾哦，人生是什么样？哦，就是黑白。这个广告词是不是让人感受到，就是我们的内脏、肝脏非常重要。肝脏重要，但是如果换个说法，我们来看看，心情如果好，则满怀希望；心情若不好，则会充满着绝望。所以，这个就可以让我们感到我们的心非常重要。我们看到现代的社会，由于生活压力过重太大，加上经济不景气，物价一直上涨，就业率偏偏一直往下低沉，痛苦指数越来越攀升。这个会让我们的心境一时无法适应，许多人不但以怎么样悲观的心情去面对现在这个社会，甚至有人就走上了绝路，自杀都有。就有一个从事压力疏解的身心灵健康的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他在小时候面对父母亲酗酒之后的一种家庭的暴力，每天，让他的身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幸好他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妈母，他的祖母，他的阿嬷，经常就用抚慰的心灵去帮助他在受伤的这个过程，以及陪伴他面对所有的压力。当他身处痛苦、忧郁的情况的时候，祖母常常对他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记住，压力，这个压力的英文字 stress， 这个字不过是点心什么 deserve， 从后面往前念的一个这样子的拼法而已。所以他这样子一个鼓励，就是要他以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每一个面对到他生命当中的压力，把它当作一种点心来面对你生活的压力。所以他就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抗压高手》。所以从今天，我要以这3个点、3个心来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分享。第一个心呢是什么心？就是愿意转动的心。张恩迪，他以前在美国圣经书院读书，他修一个叫做宣教学的学位。他是一个残障人士，但是他后面都被受到许多州长啊、
青年会啊的一个表扬。张恩迪他的出生的时候，身体的染色体有变异，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唐氏的一个宝宝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唐氏的宝宝就是固定那些脸孔，所以他的染色体出现一些变异。他的父母亲也是在30几年前就在美国留学，所以生活都非常的不错，一切都非常顺利，一直到这个张恩迪第3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生活就陷入了困境跟黑暗之中。医生就告诉张恩迪，他说他跟他的母亲这么说，他说即使能将恩迪救活，将来也只是一个又忙又有语言和学习障碍的低能儿。如果你是妈妈，你都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？心都碎，非常难过。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在那个时间非常的痛苦，任何安慰的话语都不能够帮助他的母亲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牧师在祷告中就提到一句话，他受益良多。这牧师在祷告中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神给你一个不完全的人，但却会给你一个完全的计划。神给你一个不完全的人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有出现这么多不完全的人，甚至不可爱的人，甚至在工作场合当中，在校园里面，在班上，甚至在分组讨论的时候，神会给你一个不完全的人，常常跟你敌对的人，但是却会给你一个完全的计划。阿们吗？所以他妈妈就心里就听到这个祷告，豁然开朗，他勇敢的去接受上帝给他的儿子恩迪。所以恩迪的成就就在他们细心呵护、保护、照顾、教育面之下，常常登报。在许多的报道当中，也有提到张恩迪许多在见证的场合当中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水车，甚至是个不完全的水车，但小水车有个愿意转动的心，生命活泉就会不断的涌现。所以，愿意转动的心，这句话真的说得很棒。虽然他一路走来比别人更辛苦，然而他和他的家人始终都没有放弃，因为他们都有一颗愿意转动的心。生命力量的泉源就是从这里涌流出来。我要问，我们是否都有愿意转动的心呢？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创造新的可能性吗？一颗愿意转动的心，带给我们的生命无穷的力量，如同这个水车把水带给农夫，然后灌溉了所有无数的稻田，喂养了许多的人。一个愿意转动的心，让生命活了起来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说什么？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而诗篇指出，人若要渴慕神，人渴慕上帝，必要得着力量。在诗篇85篇的5到7节这样说：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喜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，地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保罗也曾经劝勉哥林多的信徒，在哥林多后书1章10节这么说：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每逢遭遇患难的时候、困苦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有如此的确信？凡事相信有神美好的计划，相信神必不离弃我们，确信神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流泪，那要把我们带到
泉源之地。所以一句话说，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。面对我们的生命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，决定你会活出什么样的生命。这也就是说，生命的价值取决于你对生命的一个态度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我们要学习大卫顺服的心。旧约撒母耳记下11章跟12章记载了大卫的一个故事。这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是大卫想要侵占他的将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当他看到她的美色，然后开始怎么样设计杀害乌利亚，要夺取他的妻子拔示巴，因为他把他的战士乌利亚丢到最危险的地方去，因为一旦他死掉了，他就可以怎么样顺理成章的把拔示巴变为自己的妻子。当大卫这样做，而很顺利的夺得拔示巴，跟他同房，然后怀孕之后，上帝就差派拿单对大卫发出警告，在12章9到10节这样说：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这个话一讲出去，拿单又继续提出警告，还有预言，就是在14章里面这样说：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上帝没有要他的命，但是他说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亵渎的机会，有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一出生就真的得了重病，而大卫看到这个状况，就开始诚心的为着孩子每天开始禁食祷告，祈求上帝的怜悯跟恩典能够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也降临在这个孩子生命，而整天躺在地上不吃不喝也不起来，一直祈求神的怜悯，祷告神释放开恩。到了第7天，孩子就像拿单所预言的一样，命被上帝接走，而大卫的许多的官员担心大卫会过度的伤心，一直不敢将这样子的事情，孩子死掉的这个事情告诉大卫，因为怕他怎么受不了严重的打击，这样子的一个噩耗。当这些官员们低声说话的时候，大卫就在当中也意识到他们讲的应该是孩子已经死掉的消息，然后他却很反常的从地板上爬起来，去梳洗一番，洗澡，整理自己的衣服，换了衣服，然后进到圣殿，先敬拜、荣耀、赞美上帝。然后呢，因为他禁食许久，然后饱餐了一顿，重新得力，又重新出发。而他的官员见到他的这样子的举动跟转变的时候，就很好奇，彼此这样问，也问大卫说：“你所行的是什么？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你禁食哭泣；孩子死了，你倒起来吃饭。”这是在21节所告诉我们。而大卫就在22到23节这样回答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禁食祷告，我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悯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禁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
他却不能回我这里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。”这种心态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。我们撇开大卫犯罪的这个事情，我们不说，我们从这里受到上帝的惩罚，夺去孩子生命的心境来看，如果大卫在那个时候面对孩子过去的情境，心境继续颓丧失智，不但会使自己沉沦下去，还会使以色列国荒废，民不聊生。然而，大卫王却走出这个阴霾，离开伤痛。这段经文的背后的意义，除了有着上帝的惩罚之外，也在告诉我们，成功者不但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所影响，还会借着调整自己的心，走出伤痛，面对所有的挑战。当我们一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直在沉沦在这个悲伤当中？其实社会上有许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医师，他叫做雷子文医师，他因为当兵的儿子不明原因，然后上吊自杀，惨死在这个部队的营里。那因为每个父亲都是非常爱孩子，因爱子心切，他就经过3年的诉讼，要得到公义，一直跟这件事情上法院，在无法面对悲惨情境的情况之下，最后这位雷医师却以自焚的方式毁了自己的生命，这是非常可惜。我们看到另一位，也许在座的也认识，是东美洲会马兰教会的严约翰牧师，他的儿子也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其他的同袍不激发了，扣到扳机，然后直接打到他儿子的身上，当场就死亡，无法去救他。可是呢，他因着信仰，因着上帝，因着耶稣基督，走过这一段忧伤的旅途。我们这样讲非常轻松，可是当这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，我相信需要时间去调试，需要上帝更多的怜悯，需要依靠上帝的大能来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境。所以我们用坚强的心来克服恶劣的情境，基本上人过得快乐与否，并非取决于外在的情境。他的生活如何再好，如果他的情境心境不好，他的生命也无法使他快乐。反而大部分是由心来去决定环境。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：心之所想可以让天堂变成地狱，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。所以我们的心态是多么的重要。像以前在求学的时候，也有许多的同学都说，不管去哪里，人对了就对了，只要你跟你心仪的对象或者是好朋友，就算来到垃圾场，这个环境也会让你觉得很快乐。跟你不好的人，你们去夏威夷，你会觉得度日如年。有没有这种心境？我想大部分的人的心境应该是这样。就如丹麦的一个神学家齐克果也说，人类不一定活在悲剧中，也不一定要活在绝望中。其实人类可以活在信心中。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境，不要因着环境的恶劣就颓丧，就失智消极。要因着耶稣基督神的力量，使我们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的生活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活出
信仰刚强的心。我想这个照片，我们就可以回想到德国政府他们在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的时期就有什么集中营。那个德国政府在近期也邀请了2位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关在这个集中营受苦的这些幸存者，让他们来分享，让他们来演讲。而在这个演讲当中，他先说了，他说这个设立集中营的目的，除了作为监狱的功能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借由肉体的折磨，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。每当从各地送来的人犯送到集中营的时候，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，进到集中营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脱光衣服，然后要净身，他们用强力的水柱冲洗他们的身体，还要将全身上下的毛发全部剃光，借此把人格的尊严呢怎么样彻底的瓦解，再一个一个的编列到每一个营房里面，接受不断的罚站、点名，让人有寻死的一种思想跟概念。在集中营的围墙3公尺的地方设有一个铁网，当这个被关在集中营的人受不了这种折磨的时候，就会想要逃避、逃跑，冲到那个网子。当这些士兵看到这个人逃到网子当中，他就可以以你要逃跑为理由，无情的用枪去射死他，射杀他。当他们这样子细述过去这种悲惨的遭遇，向这些群众来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，除了疾病、挨饿、寒冷，以及被送进瓦斯间和人体实验间葬送生命之外，因为受不了情境的折磨，使他的心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之下，好像铁丝网被射杀的人非常的多。而这2位演讲者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幸运的存活下来？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因为宗教带给他们依靠的力量跟生存的意志力。感谢的是，这2位都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再看今天所读的经文，箴言4章，我们从20节到23节，它里面提到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从18到19节，我们可以看他的回应的教导是什么？作者要我们每一个人留意自己的眼、口、心，还有脚，坚定不移地走在生命的道路当中。在旧约时代，人们常常以为疾病还有痛苦是人犯罪所导致的一个结果，健康的福乐是你有善行所得到的报酬。其实这个观念是违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理念，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箴言的训示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最能影响人生的关键因素有2个，一个是领受与实践上帝的话语，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并且去实行，这个才是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关键的第一个要素。第2个呢，是我们所定的方向，这个生命的方向是受我们的内心所影响。所以箴言我们先读到，他的作者极力的主张，人的生命方向是受到我们内心所影响，因为有正向的自我肯定，不但可以平衡
内在负面的那种压抑跟痛苦，还可以借着我们的心来调整，甚至能够改变周围的环境跟挑战。所以结语来说，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。潘峰这一本书是朱仲祥先生，他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，6岁的时候罹患了渐进性肌肉萎缩症，所以他只能在轮椅上生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变成爬行与轮椅这样子的过生活。父亲就把他送到那个复健中心去接受复健的治疗，但是却因为诊断为不具医疗价值而被送到了安养院去休养。前前后后这样20多年的时间，他的疾病一直侵蚀了他的生命。在2001年的10月，他因为这个萎缩症而心肌病变，被上帝接回了天家。他虽然走了，却留下了他对生命奋斗的历程。他说，连自己翻身的能力都没有，只能爬着过生活的这位朱仲祥，常常开玩笑的形容自己是一个水泥匠丢掉的一个端木。对于自己能够获得别人的看重，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自暴自弃以及好学不倦所导致。所以他的名言是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。在一次的演讲当中，他说，对不知的未来，我们唯一能带入的方程式就是我们的态度，而态度将决定一个人的高度。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要与一般人竞争的不是我的身体的高度，而是我对人生坚决的态度。也许我没台大人的聪明才智，但是没有人可以限制我，教我不可以具备高度的学习态度。在这个态度基础上，我甚至可以比他们优秀。所以从他的从人的一生当中，最重要的并不是生命的长度，而是生命的态度。不是在于我们能够活多久，而是在于我们如何生活。我想朱仲祥先生是一个积极的生命典范，虽然活在苦难当中，却不被这个困苦击倒，因此被称为生命斗士。我想他是名副其实。我们人活在世上，生命过程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是我们面对希望和失望、快乐和忧郁的起源。但最后的结果，并不一定是事情的情境所导致，反而是我们的心境的抉择所决定。盼望我们能够像今天的经文所训勉的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对，来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苦教是由心发。我们来共同学习，像大卫的心境，他能够因着他儿子的死亡去改变他的心情，也能够勇敢的面对他所处的环境，这样的一个信仰精神，并且从保罗的训示，他所说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。在哥林多后书3章5节，保罗勉励我们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。所以用这句话来实践我们的生命，透过上帝的话语，活出正向自我肯定，勇敢的面对生命挑战与困境，用积极正向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困境与信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你要让我们更从我们的
心来看世界，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更新。主啊，透过圣经大卫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一切掌权在于你。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只能改变我们的心境。透过我们的心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积极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面临到的每一个处境。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敬拜和祷告。
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满心喜悦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。我们将我们的贡献献上，求你悦纳，摆上我们的一切，求你使用，求你全然过对我们，成为神的器皿。愿一切荣耀、尊贵、全能都归于你。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也特别为着这世代的年轻人同在，让他们随处都得到神而来的刚强能力，面对他们的生命，面对他们的信仰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